我会走的。来，妈妈也不想让你走。我们学校你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妈妈上工作的时候有多忙？我能不能带你？你觉得？啊？我不想，我有畏惧。来，醒，吹，使劲。如果妈妈不去上班，我来带你，给你做饭，照顾你，那谁去挣钱？你找一个解决办法给妈妈，好不好？你要来帮他擦吗？你看他的小脸脏不脏？是不是好脏？小脏脸，跟你一样的，吃完饭就全是脏兮兮的。我不想好看。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你说来听听。找个阿姨。之前不是没找过吗？人家后面都跑掉了。人家就说，太远太难带了，没有办法。妈妈觉得你挺好的，可是别人不这么觉得，懂吗？那我们拉个钩，我们做个协议，好不好？就是自己吃完饭不用别人提醒，自己穿衣服，自己做作业。好，这3点我就问外婆外公，好不好？如果泰瑞能做到这3点，他就来和妈妈一起生活，好吧？好不好？那我们拉勾勾。拉勾勾。拉钩是这样拉的吗？钩在哪里？平行。对。那就这样咯。好，给你倒杯水，我们喝水，好不好？